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森星期二再次呼吁北京谴责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莫里森特别指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成兵10万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居然宣布要推进他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正在这个问题上抱团联合，而且中国政府从未谴责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莫里森说，两国关系近年来由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以及要求新冠疫情进行独立的溯源调查而迅速恶化。乌克兰国防部和2家银行的网络周二瘫痪，乌克兰的信息安全中心将矛头指向邻国俄罗斯。隶属于文化部的乌克兰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在一份声明中称，不排除入侵者使用了小伎俩，因为其挑衅计划没有大规模实施。据报道，2021年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贸易额为6955亿欧元，土耳其贸易额达1572亿欧元，成为欧盟第6大贸易伙伴。比利时政府接受了一项法案，允许增加每日工作时间，并将工作日减少到每周4天。根据比利时政府在劳动改革范围内通过的法案，员工如果想每天工作9.5个小时，可以每周工作4天，因此每周38小时工作时间将在4天内完成。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举行电话会晤。根据阿塞拜疆总统府的声明，斯托尔滕贝格对阿塞拜疆增加天然气供应和成为欧洲可靠的能源供应商表示感谢。俄罗斯已向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部署了配备超高音速导弹的 MiG-31K 和Tu-22M3 战机，用于在地中海举行的演习。据指出，除140艘舰艇外，60架飞机和1万名士兵将参加有关演习。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网警严查网络言论。据海外维权组织披露，本周一及周二，在喀什、阿克苏等地，至少23名维吾尔族人因在微信评论冬奥会安排维吾尔族人担任火炬手，被行政拘留。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上，维吾尔族越野滑雪运动员伊里戈尔伊姆拉江获官方安排担任冬奥会最后一任火炬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尽管中共派出维吾尔族运动员传递火炬，仍无法转移外界对于中共侵犯人权与实施种族灭绝的焦点。